晴晴，我们订婚也那么久了，按理来讲，我们在订婚的时候就应该把结婚的日子定下来的。我为了你，我一直在等，一直在推。我今年33岁了。哦，对，我妈前2天找了个大师给我算了个命，人家大师说了，说我今年33岁这一年一定要结婚的。知道。况且我父母的年龄也已经大了，他们也想尽早的抱上孙子和孙女。你知道吗？我是一个孝子，我也想尽快的让我父母享受到天伦之乐。你不是想当贤妻良母吗？啊，你能不能为了我也牺牲一下自己？早结婚晚结婚不都是结吗？你对我很好，你家人也很好，但是我想自己决定时间。没问题，时间你定，什么时候领证，什么时候结婚，哦，都是你定。我是说，我想自己决定我的人生时间表，我不想被催婚。我刚才不都说了吗？现在就是我们最好的人生时间呐！今年我最适合结婚，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呀？啊，晴晴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对不起，我还是不能答应你。我知道，这一直以来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的照顾和关心，我考虑了很久。我以前也说过，我的梦想就是能够结婚，然后成为一个贤妻良母。只是不是现在，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吧。你刚才说的话我听不懂。我知道，以前的我也是没有办法理解别人，我只是一味盲目的就选择答应。这次我真的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了。对我来说，我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我只想跟着我的心去做选择。实在是对不起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告诉你，我想跟你结婚是因为我爱你，我对你有感情，但是我不想把我们的感情消耗在无谓的时间里。祝你幸福。对了，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废物。好的，终于浪回来了哈！什么是浪回来了？我是去工作的。你有脸说呀！边工作边旅行。呀，头发都长长了。走，哎，心情好点。放心吧。那刚好有点事儿，我必须跟你坦白一下，要不然憋死我。啊，不是，跟这个没关系，跟这个没关系啊，跟这个没关系。其实吧，你要是真的跟 Matthew 结婚的话，有些事儿我可能烂肚子里一辈子是不会说的。但是现在我就怕午夜梦回之时，觉得对不起你，还有路飞。怎么还对不起路飞了？这其实不怪我，这最主要是怪你啊！当时你跟 Matthew 是一对儿，对不对？路飞单独找过我，他说他特别爱你，想要争取你，我投了反对票。不是，因为当时你跟 Matthew 是一对儿，对不对？
后来吧，Matthew 在机场向你求婚，你刚好背对着路飞，他想要冲过来，我就这么看了他一眼，他就没过来。不是，这也不怪我啊，这还是说你当时跟 Matthew 是一对儿啊？知道我知道我站错 CP 了，已经特别尴尬了啊！你不是站错 CP，是憋到现在才说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嘛去啊？买机票。哎，你是要去香港啊？不然呢？路飞知不知道你朋友结婚了？当然不知道。他表白这么稳，整我这么卷，我不卖个关子，说得过去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航空公司努力维护身心平衡，每吻一个吻，流泪一公升，聪明拿捏，知不知道？原谅了某些愚蠢时刻，更懂得欣赏美丽人生，是多睡得好，拒绝烦恼。有人吗？把日子活得很标准，都希望爱的不多不少，都决定爱自己就好。天知道地知道，就自己不知道，幸福需要一点偏差发酵。啦啦啦 only you， 啦啦啦 only you， 爱情不叫规矩，最能为你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你还好吧？谁啊？我是路飞的朋友。北京来的。嗯，路飞呢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期待着命运点将南山，符合脑袋写的剧本，有没有风格都不够诚恳，小心翼翼，办法时刻。对不起观众又能如何？镜子里的人多有分寸，进一步退一步，感觉好，一个个把他都放生。咱俩的行程这辈子是永远也对不上了。来香港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什么时候回的北京啊？昨天。这么巧啊？啊，回去干什么呀？诊所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审讯呢？饿死了，我先吃点东西啊。这段时间我不联系你，你也不联系我。都忙嘛，可以理解。忙点好啊，都有各自的安排。我要结婚了，你怎么打算的？我问你跟何欣是怎么打算的，都不跟我报备了。就还那样呗。哪样啊？只谈恋爱不结婚啊？我可能会假结婚。何欣会同意跟你假结婚吗？他当然不行。所以除了何欣，你还有别人，在这边新认识的？我们说的不是对未来的规划吗？那当然是说未来的那个他。我虽然不爱他，但是我可以照顾他，尊重他。我应该可以做到。很多人结婚的对象，还有相伴终老的那个人，都不是最爱的。比起那些明明很相爱，但最后败给时间的人来说，起码伤害还小一些。都是人，总会有脆弱的时候。就比如说，孩子和他都睡了，我把自己关在阳台，点上一根烟，发上几个小时的呆。再比如说，某次春节的聚会上，借着过节的由头，让自己多喝几杯，在厕所吐得乱七八糟。
把心都吐出来。总会有这些脆弱的瞬间的，而且生活还会不断的提醒你。但是好在，这些瞬间在生活中占的比重并不多，我应该可以承受。我承受不了。想不到你脑洞也挺大的啊，想的还挺远的，细节还挺多，情感还挺细腻的。三弟这个叛徒，竟然什么都跟你说了，亏我那么信任你们两个，合起伙来耍我啊！那是配合你，别人演那叫戏霸。你慢点走，别迷路了。为什么来找我？你有东西落我那儿了。没电了，我没有充电器啊。你不是说没电了就可以来找你充吗？哦，可是你不充过电了吗？我耗电量大呀。在外面呢。不犯法。我从来没有亲过朋友。
不就是简单的做个菜吗？干嘛买这么多？要想做的好吃，就不能怕麻烦。我就是怕麻烦。那你洗碗吧。不行，我怕脏。那你还怕胖呢？干脆别吃了。哎，我以前偶尔对你挺不好的，你不会报复我吧？当然会了。太好了，我还不怕呢。嗯，好朋友，你觉得路飞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没得挑。你看那人的眼光终于提升了。骂我呢？嗯，没有啊。既然你让我选择路飞，那以后我万一跟他闹了别扭，你可得站在我这一边。既然你选择了路飞，你就要清楚，你们在一起可能不会有太多惊天动地的瞬间，但是会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历久弥新。我们也会吵架，也会闹别扭，但我们有说不完的话。我们会把每天发生的新鲜事第一个跟对方分享。你们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，会有平行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但是你们会学会尊重彼此，倾听对方，包容对方，互相依赖。哎，在家就跟你说过，别带这么多东西，肯定超重，非不听。都是他要用的，你缺什么到那儿买不就行了吗？能买得到吗？所有东西都是我海淘来的，是不是啊？行行宝贝行行，哎，这边，哎呦，哎，你来了，堵车呀！来，快让开！哎呦，你看谁来了？乖儿子，不到1岁就要坐飞机了。哎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那个你生日我赶不上了，我给你买了生日礼物，找一下那个箱子，他生日礼物在箱子里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啊！你还着急赶飞机呢。啊，行，哎，快走，来，行了，你看这广播都开始了，我估计你们的航班快检票了，快走吧啊，快走吧。哎，那我们先走啦，拜拜。你赶紧的，行行行，不急了，是行行吗？行行，你抱着他往前走，我你干嘛？是不知道爷爷再不带你出来玩了哎，呀，行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不带爸爸出来玩，对不对？走前面，走前面。哦。男人啊，都一样，到手了就不珍惜。以前连我什么时候长智齿都知道，今年我过生日连个表示都没有。唉，异地恋，人不回来嘛，也就算了，起码有个信息，有个祝福吧，都没有。去年还有个气死人的邮件呢，今年什么都没有，气我都忘了。天天有时间更新自己的公众账号，就没有时间给我发个表情包。唉，认命吧。在生活面前，你是最大的受虐狂。每当你对生活抱有幻想，他就会给你一个利于美的大嘴巴，告诉你，他永远不讨喜，永远不完美。嗨，生日快乐！爸爸没有忘记你生日。是你妈不让我表示，她说每年都是我表现的太突出，显得字母。从今年开始，咱家改风格了，说严父慈母，好听的话她来说，女儿她来管。她说家庭经营的生活呀，要有新鲜感。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啊，我赞同。那以后就这样吧。
成啊，那不显着我这当爹的太不爱闺女了吗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是爱你的妈妈呀，还是更爱你的爸爸？太幼稚了，爸，我都快30了，这是3岁小孩的问题。记不住你的生日，去年你过生日他就给忘了，现在他死不承认了。你胆儿可真大，都快告状了。那他屋里关着门，吸烟呢，他听不见。对了，他还不让给你生日蛋糕了，太过分了吧？家里已经为你吃了蛋糕了，还偷偷的给你许了愿，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闺女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爸爸都为你骄傲，爸爸永远永远的爱你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也爱你们，永远爱你们。我要工作了，拜拜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祝你生停！停在这儿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哦，点你呢，哥，准备升几个呀？这是尽量。都别在这唱，绕！进屋，进屋，进屋，进屋！快！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，你们真是给了我好大好大的惊喜，还有惊吓。哎，有人怕是已经不需要许愿了吧？刚刚在门口，自己不是已经说兔子了？是吧，嫂子？我本来就是你嫂子啊，怎么了？你还许不许愿？蜡烛都快灭了。不拆了。我接电话去。哦，去吧。喂，好朋友，有时间吗？没时间，我在陪我女朋友呢。可是，我好想和你吐槽一下我男朋友。你说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分析，我打给你就是纯属发泄。
要听分析，我干嘛不打给电台热线？高中同学聚会，你是不是不参加了？我当然会参加，这是我们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大规模聚会。别闹了，都组织过多少回了，你从来不来，亏你还是班长。是我没参加，还是你们没有叫我？再说我只是班长之一。后来你们选了别人，知道了？一定会去的。是谁发了誓以后要诚信经营，再也不卖假货了？之前挨罚的那一笔，难道你都忘记了？记得呀，可是我也是被人坑了，好吧？但现在假货做的连我一个专门做假货的都看不出来啊！没出的赶紧给我退了，出过了的能追回多少是多少，别让我后悔跟你合伙开店哦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啊。能这样就好，一个人远远地看着你。谢谢你啊，刘飞哥。能这样就好。谢谢你跟我分手，然后又教会我。能这样就好。我什么时候教会你分手啊？教没教的，反正我已经会了。其实，在你之前还有过一个男的，我的初恋，他跟你一样，都是主动提出的分手，理由是我太粘人了。现在这个总被人甩的粘词包，也终于感受不适合自己的人提出分手。为了自己的人生幸福，每个人都应该勇敢一点。你很勇敢。再多付出和不舍，你可曾在意着？相信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找到那个最适合我的人。能这样就好。一定会的。到时候我会带来跟你还有若曼姐过目。能这样就好。那和你分享开心的过会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帮我跟若曼姐带头。提醒自己不该去打扰，可是怎么会让遗憾换我眼角？您少喝点吧。你妈妈还好吗？都挺好的。给你买房子50万，是我自己的钱。我相信。爸爸后悔了，真的后悔了。爸，您记错了，咱们父子俩
上一次在一起睡觉，不是我小学的时候。走吧，啊，坐好，坐好。那个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，也是在这家店。那天是我的生日，连我妈都忘了，真没想到您还记得。爸，虽然我们一直没有生活在一起，但是跟您见面的每一次接触，每一个细节，都记得。我永远是您儿子，也永远是我爸。爸，拍的怎么正的哈？正的哈？正好来，我得这样，我得这样。来，1、2，笑！哎呀，你得这样，这样啊！1、2。好了，这张好，这张好，这张啊，发到咱们家庭圈里头，给孩子们看。等会儿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先休息会儿啊，行吧？这变真跟刚才不一样了吧？这会还真行哎。哎，老贾呀，每回这孩子们在朋友圈里一发消息，你怎么第一个点赞呀？我怎么抢也抢不过你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是有什么绝招吧？教教我来。或者是有什么铃声什么的啊？不告诉你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再啰嗦呀，我就叫孩子们把你都屏蔽。走，还有这就拿着包快走吧，咱们走。哎。二舅妈，不是人！当年我他妈暗恋你啊，班长！你吓死大家了，你快坐下吧。那你其实没事啊。这是你的，你眼里只有学习。我他妈就是吊死在你面前，你也不带看一眼的。马连烈，给他媳妇儿打电话，说了这个。哎，算了，我看你单身。路飞，我也忍你很久了。上学的时候给你梳理假纸条，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回？你也写了？别装了啊！我还写了呢，我都署名了，你也没给我回。人家回你啥呀？情书都给你写了。你不喜欢我呢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你怎么可以喜欢马丽丽呢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别那么好使！哎，我给你对点，哎，你喝这个。我说实话，这事哥们儿我一直没弄明白啊。是吧？可能是别人口重了。哎，你们俩有病吧？在这一唱一和的，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就凭老娘我现在这个容貌，这个经济实力，别说是路飞了，就马飞来了，我都不爱搭理。行了，你们都不懂，是年轻时候的爱情啊，就像一朵容易凋零的花，花开花落，缘起缘灭，随风而去。就你明白，江大明白。那可不，我呀和刚兑的这杯酒的名字一样。什么呀？老司机呀，
是你。那个有个事儿跟大家宣布一下。什么情况这是？什么情况这是？我上学的时候就看见了不对劲了啊！喂，120吗？哎，我要报警！哎，你把手机给我！哎，丁宇阳呢？你不要给我呀！现在的情况。哎，这说那个干嘛来？为了他们再喝一个。老师，老师来了，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师来了！同学们好啊，同学们好，这边是张帅，是你的吗？对，谢老师。人家从小生贝多芬这么好习惯，为什么要没收？你们怎么都喜欢这样对地啊？张焕，哎呦，爱若曼啊！我知道，不知道。爱的，来，小安，王小爱说，王小爱。哎，陆贝，陆贝，若出人你在这儿呢。看你们俩，哎呦，还没长大，都这么大了还闹。穿越时光的旧物件，让你能看清长大的真相。快乐无法复制，亲密很难回去，但曾经的温暖感动永存心底。来，进来吧，各位同学，进来，来。哪位同学愿意和路飞同学坐同桌啊？老师，让他坐我这儿吧，我是班长，应该照顾新来的同学。王斌啊，你坐到后排最后一排。啊，林丽，你坐到王斌这儿。同学都坐在满地上，好了，那就下课了。这是我名字。那行了，那咱们下次再见了。好，拜拜。那我走了，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拜拜啊！来，我不走，我舍不得。哎呀，走了，你走。哎呀，不走啊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走吧，我们要走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拜拜，好好对他啊！你俩好好的。拜。拜。我是一个优点包着缺点的人，大家很容易被我外在的优点吸引。除了他之外，没有人有耐心层层剥开我有些不讨喜的外壳，发现我内里的闪光。只有他可以看到我内里的伤痕，只有他能分享我的闪光。走吧。Alright， 有你要的依赖 ，Miss Right，Miss Right， 不需要加旁白，爱你的开怀，有我给的宠爱，爱小小悲哀，没温柔的对待。Alright， Alright， 有爱在你门外。我不知道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，但我知道有一种爱情叫做自己，你没有一丝伪装，彻底自由，完全放松。他可以全身心的爱着你，没有一丝迁就和勉强，你也不需要任何回报。Alright，
他不光爱着你的优点，还可以包容你的缺点。他从未刻意改变你，但却让你变得更好。他在你身边，就好像阳光、空气、水一样的自然必须。他让你的生活变得像站在蓝天白云、微风海岸一样的舒适自在。你看到他，就看到长久。用好心的姿态 ，Alright, Alright， 你想要的都在 ，Alright, Alright， 爱的 love and sorry。